主后2025年11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脚踏实地向前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以斯拉記》第6章第1到22節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以斯拉記》第6章。大流士王就降旨，去巴比伦的府库调阅皇家记录，伫米利亚省阿玛他城的宫内找到一卷古卷，内面安尼记载：塞勒斯王元年，王为耶路撒冷上帝圣殿降旨，着重建这间殿做献祭的所在。迄坚固的地基，顶悬27公尺，宽嘛27公尺，用大石3层，木材1层，经费由王家支付。以前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上帝圣殿抢去，系伫巴比伦遐金银的器具，着带转去耶路撒冷，照原位系伫上帝的圣殿。对安尼，大流士王下令，何西省总督达乃甲其他波斯乃以及何西省的官员，恁毋通干涉因，毋通阻挡上帝圣殿的工程，着互犹太省长甲长老继续伫原位重建上帝的圣殿。我下令，恁着帮赞犹太的长老重建上帝的圣殿。对王的府库，何西省的税收中拨充足的经费，互遐的人，才免工事停止。因向天顶的上帝献烧化祭所需要的牛犅仔、绵羊犅、羊羔以及小麦、盐、酒、油，拢着照耶路撒冷的祭司所讲的，逐日供给互因，毋通失误。通互因献芳芳的祭物，互天顶的上帝，搁为着王甲王的囝儿孙当贺寿祈祷。我搁降旨，若有人改变这个命令，就要对伊的厝拆一支梁，将伊钉伫迄顶面挂起来，互伊的厝为着安尼变做粪扫堆。若有君王甲人民改变这个命令，毁坏这间上帝圣殿，愿竞选耶路撒冷，互人来敬拜伊的迄位上帝，消灭因。我大流士出这个命令，着确实遵行。对安尼，何西省总督达乃甲其他波斯乃以及因的同事，就确实遵行大流士王的命令。犹太的长老因为先知哈该甲约导的孙撒加利亚所传达上帝的话，就着手重建，工程进行顺利。因遵坦以色上帝的命令，甲波斯皇帝塞勒斯、大流士甲阿达四世的命令，完成重建。大流士王继位第6年，阿达月初3，这间圣殿完工。以色列人、祭司甲利未人，以及其他流亡倒来的人，拢欢欢喜喜举行奉献上帝圣殿的庆典。为着奉献上帝圣殿，因献牛犅100只，绵羊犅200只，羊羔400只。因搁照以色列支族的数目，献山羊犅12只，做以色列众人的赎罪祭。因照摩西的册的记载，派祭司照因的族别，利未人照因的班次，伫耶路撒冷服侍上帝。正月14，
日王倒来的人守搬过节。祭司甲利未人拢洁净家己，逐个人伫礼仪上拢清气，就为着日王倒来的人。甲因的亲族种祭司嘛为着家己杀搬过节的羊羔。日王倒来的以色列人，以及离开异教归我以色列人，敬拜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遐个人，拢食搬过节的羊羔。因欢欢喜喜守度假节7日，因遮尔欢喜，是因为上主予亚述王的心对因友善，支持因重建以色列上帝的圣殿。脚踏实地向前行。重建圣殿的过程真漫长，但是漫长并毋是简单，得之时间，搁较是爱对难度看到终点的挑战。这可比是人要去一个青云的所在，因为对距离和环境无熟，要去的路程弯曲真济。难免焦虑会问讲，到底还要行偌久？但是花程因为有经验，就会当心情放轻松，快速到位。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过程拄好是安尼，并袂当按照难度和进度稳定进行，反倒因为诸多的挑战煞停顿。外部挑战是被市民的政治压力、宗教的对立、官员的刻意刁难，甲反对者的攻击；内部挑战是人民的体笑、放弃努力、低到工程放互烂。因为以色列人欠缺信心，甲重建圣殿的工作置身事外，显示这个信仰群体甲上主的关系真疏离。虽然以色列人重建圣殿过程因为受阻，心灰意冷，但是上主从来无放弃因。原本波斯官员想阻止重建圣殿，用安尼向大流士皇帝表达忠诚，但是大流士皇帝查明历史真相了后，承继塞勒斯皇帝的诏书，再次下令官员毋通干涉圣殿重建，反倒要全力供应材料甲祭司的需要，若无会受处以极刑。照理上，甚至讲，若人意图删改这个命令，想要毁坏圣殿，原迄位选择耶路撒冷作为敬拜场所的上帝，推翻这个人。这位殖民统治者竟然顾念被殖民者的权益，支持因的信仰，甚至出资重建圣殿，这敢毋是上主保守的明证？上主一再兴起以色列人的领袖、先知、祭司，甚至使用外邦皇帝成做重建圣殿的推手，鼓动伊的百姓同心建造圣殿甲城墙，甲伊重新建立连结。这毋是我来某一寡特定对象就通完成的目标，是需要所有群体共同投入，也是众人无法度回避的责任。以色列人要重建的毋单单是圣殿，也包括灵性生活、宗教祭旗甲制度。若是这个工作就是祭司以斯拉的使命，藉着安尼唤起信仰群体的良知，共同对上主忠实。最后圣殿完工，
达志派献上祭物感谢上主，搁恢复稳定的圣殿侍奉。试想，圣殿对被毁坏到重建的过程，究竟付出偌济的代价？1935年10月22日是台湾史上首次官办选举的日子。伫日治期间，台湾人对武力抗争转往体制内的请愿，甲地方自治运动。虽然选举被设下诸多限制，得失结果不如预期，但是整个过程有真侪人透过演讲、家己制作宣传歌曲，唤起人民思考家己的身份认同，成做重要里程碑。回顾台湾历史，民主自由得来无容易，原习惯数十款的民主富二代会当记出历史、传述故事，珍惜民主自由，脚踏实地向前行头前的每一步。默想，今日看袂到头前状况路途的时，安怎调整心态来稳定脚步？假使我身为主管，也是握有权力，会安怎看待位阶较低的人？今日看袂到头前状况路途的时，安怎调整心态来稳定脚步？假使我身为主管，也是握有权力，会安怎看待位阶较低的人？咱来祈祷，至悬的上主，你是种顾念卑微的人，压耳孔听因的吐气，这完全出自你的公义甲怜悯。愿我拥有你的眼光甲心肠，善尽家己的责任来顾念身躯边有需要的人。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